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平安。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來自聖經嘅醫學知識、公共衛生知識。上次我哋睇過呢，人類對抗呢個新冠病毒啊、沙士啊等等嘅流行傳染性疾病呢嘅核心措施呢，就係將病人隔離嘅。咁啊，聖經呢喺3500年前呢已經將呢個原則呢係講咗俾以色列人嘅。喺利未記呢，神呢係向以色列人講呢。經摩西咧向以色列人講咧，如果患有傳染疾病嘅人咧，他要獨居住在營外。咁可以講聖經俾我哋嘅醫學知識咧，係先過人類嘅醫學知識咧，係幾千年嘅。好啦，咁聖經咧更加指示以色列人咧，受感染嘅人受病毒感染嘅人咧，要做出一啲誇張嘅舉動，去警告別人佢身患疾病嘅。佢咧係要撕裂衣服、蓬頭散髮、遮住上唇。然後咧喊着叫不潔淨，不潔淨。我哋睇利未記13章45節，佢話患有麻風災病嘅人，麻風災病即係等於今日嘅新冠病毒傳染性嘅疾病嘅沙士等等佢嘅衣服咧要撕裂，佢要蓬頭散髮撕裂衣服、蓬頭散髮嘅意思咧係要惹人注目遮住上唇。哇！遮住上唇，遮住上唇嘅意思咧，今日我哋明白啦。喺冇口罩嘅社會咧，遮住上唇咧，就嘅意思就可以防止飛沫傳播啊嘛。今日我哋都係咁做嘅。如果你冇口罩，喺一個冇口罩嘅時刻咧，你盡量遮住上唇咧，就可以防止飛沫傳播啦。咁同時呢，嗰個病人咧要喊着說不潔淨，不潔淨。佢一連串咁嘅措施咧，又喊着不潔淨，不潔淨咧，就會令到喺佢附近嗰啲人咧係對佢有懷疑啦，咩事呢個人咁樣，咁佢哋自自然然咧就會唔好企到咁埋啦，或者企開啲啦咁樣，唔好企咁埋，企開啲啦咁。呢個咧就叫做保持社交距離。呢個做法咧，實質上就係古代版本嘅佩戴口罩啦，保持社交距離啦，主動申報健康狀況啦。喺新冠嘅疫情中我哋親身經歷咗遮住口鼻，避免咧近距離接觸嘅重要性。咁呢啲原則咧，早喺3500年前就已經清楚記載喺神嘅話語中咯。喺冇口罩、冇病毒呢個檢測嘅年代呢啲自我揭示同埋社交距離咧係保護他人、阻止傳染病傳染嘅唯一方法嚟嘅。呢個咧係一個好簡單、實際同埋有效嘅防疫措施嚟嘅。咁呢啲經文咧唔止係宗教嘅律法更係公共衛生嘅先聲。佢咧證明聖經唔止係靈性嘅指引，亦都係蘊含着實際生活嘅智慧嘅。好，今日分享到此為止，下次再見。